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婦產科醫生陳銘佐 Heidi。喺另一條影片入邊，我哋講過關於胎兒過細嘅問題。今次我哋講一個相反嘅情況，就係胎兒過大啦。有時產前檢查嘅時候，媽媽會問我：陳醫生，點解今次我個肚陀得咁大嘅？好似大過上胎咁多嘅？有時候個肚望落大，可能係因為媽媽嘅子宮入邊有纖維瘤，又或者因為媽媽嘅身形。除咗 BB 大之外，亦都有機會因為胎歲過多等等。呢啲嘅分別，我哋照超聲波就一目了然。如果 BB 真係太大隻嘅話，有機會媽媽真係有妊娠糖尿嘅情況，因為 BB 喺懷孕最後2個月，生長速度好快。如果生得太大隻，有機會順產嘅時候進度緩慢，甚至係堅難產嘅情況。所以如果你嘅 BB 係大隻，我哋有機會會建議催生、儀器助產，甚至係剖腹產。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疑問，歡迎你喺下邊留言，我哋會盡快覆返你嘅。